馬路對面呢個樓盤呢，就係將會新出嘅上水雲向。我哋轉頭試一試從呢度行過去上水火車站要幾耐？咁對面呢，就係北區醫院擴展計劃嘅工地啦。而家開始試下行過去上水火車站。而家係1738。其實我頭先係用上水火車站行過嚟，大概用咗10分鐘到啦。咁不過頭先唔熟路啊嘛，所以冇得慢啲。睇而家翻去係咪都係10分鐘？呢度前面見唔見到有個橋啊？跟住有電梯可以搭上去嘅。從頭先樓盤行過嚟呢度大概需要5分鐘，跟住上咗電梯之後呢，全程都係有角嘅天橋，跟住就係商場連接上水火車站。其實電梯落嚟往北區醫院方向就得啦。呢個就係電梯上嚟嘅天橋，呢度係高速公路。呢度就係商場啦，我哋沿住商場直行。其實商場有標誌寫住去北區醫院嘅，一直沿住標誌往北區醫院方向，即係頭先我行嗰條路就可以見到樓盤啦。不過我係翻轉頭，所以行反方向嘅。呢度就係去地鐵站嘅，地鐵站方向過嚟呢度，其實都係一樣嘅風。而家係大概6點鐘，所以屬於繁忙時間，非常之多人。呢度就係上水站啦，前面仲有小食賣。已經到上水站啦，11分鐘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